清代開始，白海豚在珠江口一帶被稱為盧亭，但在更早的時候，所謂盧亭是指生活在這裡的一個半人半魚的族群。有記載說，盧亭魚人主要吃蠔粒，然後用殼壘起來做居所的牆壁。曾經，他們與中原人和睦共處，以販鹽為生。南宋時期遭到圍剿，被迫退入海中，他們與陸地的生活漸行漸遠。把白海豚稱為盧亭，似乎暗示了他們之間某種相似的聯繫。每年農曆3月，漁民祭拜媽祖的時候，正是白海豚開始活躍的時候，因此它們還被認為是媽祖的化身，被叫做媽祖魚。